中學課室第一次見面，上堂搗蛋齊齊攬炒秘魯是否？你鍾意達明個手繼續追尋，我就喜歡太極嘅紅色跑車。週末一齊去旺角行街，返到屋企仲要繼續煲電話座，粗啤去 camp 聖誕 party 睇 Back to the Future， 最鍾意嘅就係 Michael J Fox。 係香港開始我哋青春樂章，離開校園各奔前程，冇 internet 又打唔起 long 啲，靠手寫信同聖誕。